唔知係咪叫七嘅人都係特別西。本身我對鄉音人士都冇乜好感，近期出咗個鄉音七婆，之前佢自己簡介自認中醫，佢以為香港係佢唔講法治嘅鄉下，亂講可以冇事。今次有圖有真相，懷疑幫人針灸，仲要係佢慈善活動嘅相片放埋上網。不過俾人針灸嘅人笑容都好燦爛，當事人應該都係信佢，先會放心俾佢亂插。不過可能大家未必知，唔識而且唔係中醫亂針灸，可以好大件事。2020年有一對夫婦去咗一個無牌辦中醫進行針灸治療，55歲嘅太太其後出現呼吸困難症狀，最終死亡。無牌辦中醫承認3項未經註冊執業罪同埋1項誤殺罪，判囚6年，並非已註冊或臨時註冊，或並非獲豁免註冊，而自稱從事內科或外科執業，或公佈其姓名為正如此執業者，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，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3年；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監禁7年。天網恢恢，疏不漏，惡人自有惡人磨，唔係擦鞋。今次真係多謝五仔幫班苦主發聲。我自己當年都遇唔少濕膠大師，都交過唔少學費，不過就冇幫襯七婆嘅苦主咁大鑊，下下幾萬起跳，仲要好多人係普通打工仔，幾萬買佢啲有害嘅水晶能量塔。大家可能覺得買咗你情我願，但所有金字塔形狀嘅物品，如果唔符合比例，同埋唔係八邊形金字塔，兼冇對正方向，係會釋放有害能量，嚴重係可以好大問題。所以唔好貪得意亂買。可能大家覺得我都係亂講，但麻煩睇睇我之前做嘅片，都有好詳細講解。法國有位科學家 Leon 喺工作室研究能量產品，暴斃死咗，幫佢解剖發現佢身體出現嚴重脫水。你冇聽錯，真係死咗。點解我會知道？因為我讀有關課程，每次見到啲濕膠身心靈賣呢啲金字塔，就好想踢爆佢哋。不過冇辦法啦，自己又冇乜聽眾，係焦點視頻死講爛講，勸人要小心正視能量產品，又同大家講啲濕膠大師利用人性軟弱去揾水，有緣聽過我講嘅人都未必有心去分享出去。不過我自己信，人在做天會知，勸大家做好自己本分。總之就係香港人，加油啦！下次再見。